大家好，我係貓哥啦。今個禮拜 Mini GT 就出咗一系列嘅新車啦。係你哋好想睇綠色恐龍啊嘛？唔係粉紅色恐龍啊嘛？我之後會講嘅。咁今次咧，我哋又講下另一部車咧，就係 LB 嘅拳塔啦。咁呢部車咧，我完全冇諗到佢會出啦。咁之後其實喺其後之後嘅時間出咗部 Miura 啦，林寶堅尼嘅，都係越似越誇張噶啦。咁啊，今集我哋睇下成架車嘅整體結構及細節方面啦。咁記得喺影片開始之前咧 CLS 啦。咁今次 LB Works 咧用上一個超誇張嘅包圍啦，咁啊每邊嘅車身加添咗10cm 啦，用上較大嘅鈴啦，咁車身非常貼地同埋有型啦。咁車身上面咧頭鏟側裙、尾翼、尾擾流甚至尾燈嘅結構咧都係來自於賽車嘅空氣動力學入面啦。咁啊用上全碳纖嘅，咁唔單止係咁啦，亦都令到整體嘅車身穩定性提高咗唔少嘅。咁啊車側部分嘅 NACA 嘅入氣口咧都加大咗啦，咁重現翻拳塔嘅經典線條啦。咁啊呢部車咧可以話係好多人嘅夢想啦。咁未改已經好誇張啦，改咗仲黐線啦。咁呢一架車淨係個成本已經好高啦。咁改裝咗之後咧，喺套件方面更加要用幾十萬嘅港幣啦。咁啊打造出嚟嘅一個藝術品啦，非常之正嘅。咁啊大致係咁啦。咁我哋去睇下成架車嘅整體結構啦。好啦，大家已經睇到呢一部車啦。咁其實 LB 咧隨住佢嘅身價水漲船高啦，設嘅嘢咧都越設越誇張。上次部 F40，跟住就林寶堅尼嘅 Miura， 到呢一部嘅拳塔，可以話相當之黐線嘅。咁呢一部車咧都係奠定咗林寶堅尼喺整體日後重要嘅基石之一啦。咁今次咧可以話日本師傅角度去烹調意大利菜啦，咁啊成個感覺就好似分子料理咁誇張嘅。咁啊嗱，經過咗沙板嘅擴充之後啦，每邊加咗10cm之後咧，成個感覺咧更加貼地嘅。咁其實起初咧，我對呢一部車嘅感覺其實唔係咁討好嘅，咁但係唔知點解越睇就越襟睇。咁啊，先講第一樣嘢啦，喺大量製作嘅方面之下咧，穩定嘅工藝啦，大家會見到咧白色嘅漆面處理咧，都係依然係非常透薄啦。但係你哋大家都玩開車嘅都知道，白色係非常之難處理嘅。咁今次咧，仲要係啲坑紋非常之多，啲凹位非常之多，冇任何嘅透底跡象咧。咁呢一啲咧，亦都係我哋想見到嘅位啦。嗱，咁順帶一提啦，咁今次咧係 LB 咧。真係好玩唔玩啦？玩啲好刁鑽嘅嘢就係攞咗部25週年嘅版本嘅基底去做呢部 LB 啦。咁啊，為咗盡量去吸大家嘅眼球啦。咁啊，大致係咁啦。咁我哋先從車頭嘅部分講起。好啦，我哋先從車頭嘅部分講起先啦。咁其實整體成架車嘅車頭咧，參照咗 Diablo GT 嘅改法啦。頭泵把嘅位置咧，我哋改咗成為一個3份式嘅進氣網同埋進氣系統嘅散熱部分啦。咁呢一點咧，Mini GT 可以做得相當豐富。我哋睇到咧各位嘅處理咧，可以話做得好好之外咧，估你唔到嘅位置就係喺兩個進氣口嘅位置，兩條嘅導管位置咧，我正常應該係冇做啦。咁但係咧，因為咁深，冇人會去真係會去做啦。咁估唔到佢哋做咗。咁呢一點咧，都係睇到佢哋嘅用心位置啦。咁另外一點啦，就係今次喺整體嘅風刀結構方面啦，咁亦都有做到 L 型嘅輕微向上嘅效果。塑膠零件嘅效果咧，亦都做得唔錯嘅。咁呢個亦都係大家想見到個位，夠透薄啦，喺個咁薄嘅情況下啦。咁另外我覺得最主要嘅地方咧，就係頭鏟嘅結構啦。頭鏟咧有做到輕微突出之餘咧，大家會見到啦。其實佢個形狀咧係有少少不規則嘅，咁呢一啲位置咧係有做到咯。咁另外最主要嘅地方當然唔少得嘅就係呢一個叫凸起嘅呢一個支架嘅部分啦。咁呢一啲咧亦都係睇到啦。咁你哋會話有啲佢噴有厚咗，你睇下佢呢度有冇厚咗，你咪知佢係咪真係有厚咗咯。沙板嘅部分咧，大家會見到成日都話佢個沙板好似厚咗，噴油噴到厚咗。你哋睇翻轉頭咧，如果佢真係噴油厚咗嘅話咧，呢啲邊位嘅損失度咧就非常之嚴重嘅。咁今次咧睇翻真車嘅部分啦，頭
頭泵把嘅呢一個我哋弧邊嘅位置咧，如果佢真係噴得好厚嘅話咧，基本上啊，成個形態應該模糊咗㗎啦。咁啊，點解會咁樣？大家會見到呢一個前沙板嘅位置咁好似睇唔到，因為大家睇翻真車嘅圖片，前沙板嘅結構基本上同前面嘅機蓋嘅部分咧係基本上黐死咁滯嘅。咁所以咧呢一點咧亦都係睇到即係我哋要以事論事去睇呢件事啦。咁另外一點啦，大家會見到嗱，我高角度睇咧，另一個角度睇用高光睇咧，大家就會見到其實佢係貼住個邊，同埋每一粒窩釘嘅位置咧係依然有做到啦，咁令人滿意啦。咁啊，另外車頭燈嘅部分咧，亦都唔需要講噶啦，做得相當之立體精密嘅。車側嘅部分啦，咁首先第一點咧，我哋睇下車側，我哋先講第一點先，值得一讚嘅就係六角形嘅玻璃設計咧，可以話係從來都冇再出現過啦。喺林寶堅尼入面，就算有咧，都唔會咁樣咁方方正正去表達啦。咁呢度咧 Mini GT 可以睇到佢係整體嘅效果，大家睇得非常之清楚啦。咁另外啦，整體車側嘅部分嘅形態咧，大家會睇到另一個牌子就係話喂，佢全開喎，但係你哋會睇翻轉頭，第一佢全開，第二佢嘅價錢去到咩價錢，同埋第三咧，我哋會睇到咧整體嘅後半部分啦，沙板同埋凸起嘅呢一個 angle 嘅位置咧，大家會見到咧，雖然你攞到好多嘢，但係咧有陣時候亦都有一定嘅流失嘅。咁睇下你究竟想要啲乜咯，即係話我全開好開心，定還是真係想要翻個真車嘅效果咧？咁呢一啲咧就係取捨嘅地方啦。咁同埋啦，另外啦，有啲朋友仔就話：喂，佢呢一個後玻璃嘅位置係咪做細咗？其實咧，你哋睇真，如果用放大鏡睇咧，後玻璃窗嘅部分咧，其實佢係有做足咗嘅，只不過佢又做咗個滾邊，用個黑色滾邊嘅位置，令你視覺上感覺係細咗啲。但其實實質睇其實冇乜太大分別咯。大家睇相，即係如果真係睇多一兩張，就會睇到係基本上一致咁滯嘅。咁同埋啦，今次咧值得一讚嘅部分咧，亦都係後沙板嘅結構啦。基於加大咗15cm 嘅部分啦，前面10，後面15啦。咁效果亦都令人理想啦。每一粒窩釘嘅位置咧，依然有做到之餘咧，後面嘅弧位嘅地方啦，大家會話喂，如果真係白色油係真係厚嘅話咧，基本上呢度咧就變咗一嚿好似模糊咗嘅線條啦。咁呢度咪睇得非常之清楚咯。咁另外啦，今次咧喺側裙同頭鏟嘅部分咧係有做咗個我哋連接住嘅車底部分，但係咧一體成嘅感覺係好強嘅。咁我其實咧點解話越睇越襟睇咧？最主要就睇後半部呢個車頂嘅地方啦。咁呢個位置咧，我自己真係覺得幾中意啊！即係而家都例如最新嘅 Revolt 咧，個樣有少少似。例如佢最新嗰部 LP884嘅冠塔咧，都未去到呢一種感覺，我反而自己咁睇，唔知大家覺得點啦嚇？咁另外啦，引擎嘅佈局方面啦，呢一啲位置咧，凹陷嘅位置可以話相當深嘅，但係咧，基於佢哋嘅噴漆工藝咧，都叫穩定啦，所以整體嚟講咧，邊緣係冇任何嘅透底以及一啲積油嘅現象啦。好啦，嚟到車尾嘅部分啦。首先第一點咧，我哋會睇到後面支架嘅部分咧，比起以前咧係透薄咗嘅。但係咧，我哋都係講一句啦，喺推動同埋可換性之間，仲有觀賞性之間要取得一個平衡，就係話，呢啲位置可以用金屬，冇錯，可以用金屬，但係金屬嘅地方價錢就唔係去到呢度啦。跟住你哋又會話好瘦喎，應該再瘦啲喎。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好容易會爛啊！咁 Mini GT 最想要嘅嘢就係大家拎出嚟可以玩嘅，咁唔怕撞啦，所以有少少取捨我就覺得合理啦。咁另外一點啦，碳纖維嘅部分咧，呢個尾燈結構咧令人有驚喜嘅。咁本身呢個位置係一個黑色嘅地方嚟嘅，睇翻就咁純黑色，而家就換上純碳纖啦。咁其實成部車入面最大嘅驚喜部分咧，都要同大家去分享啦，就係呢一個車胎啦。校翻光少少先。大家會睇到咧，今次車胎嘅 offset 咧係居然有還原到真車效果，採用咗呢一款嘅車胎啦，係有完成到兩種唔同嘅質感。咁呢一個咧真係好鬼死正。等大家睇到後面嘅時候咧，凸起嘅位置咧立體豐富，同埋個線條睇到佢真係究竟凸咗幾多咯。結構部分啦，首先第一點咧，我就將佢換
跟翻接近原裝嘅效果，等大家睇得舒服啲啦。咁大家會話：咦，點解佢突然間多咗張 baby seat 嘅？嗱，咁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小插曲嚟嘅。我睇翻資料咧，其實大家如果有睇 LB 嘅紀錄片咧，佢有 show 過呢一部車嘅時候咧，曾經有一幕出現咗呢一張椅嘅。其實加藤先生咧，佢本身就好中意小朋友啦。如果大家知道嘅話，其實好似佢每一次出場嘅時候咧，後面都有班小朋友跟住嘅。咁咧，佢哋為咗令到啲小朋友可以感受下呢一部車嘅魅力啦，所以就加設咗呢個位俾佢哋坐喺度可以去玩啊，甚至俾佢哋感覺下個 feel 係有啲咩唔同啦。咁我亦都有見及此啦，咁啊試下玩啲特別嘢俾大家睇下啦，唔知大家覺得點啦？嗱，咁整體嚟講咧，裏邊改到基本上都係保留翻原裝嘅效果啦，中控台黑色，其他飾件嘅位置都係用上純白色嘅效果啦。咁啊〜本身呢張椅咧，其實係全碳纖嘅，咁但係因為我真係掹唔到佢出嚟啦，咁我就用上黑白熊貓色嘅配色啦，唔知大家覺得有啲好啦。嚟到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啦，今集嘅可購買指數咧，我會俾佢9.4分啦。整體嚟講咧，呢一部車可以話無論係漆面坑紋處理，喺啲細節嘅部分啦，尾翼結構，甚至係啲我哋叫做多角形嘅設計啦，咁點樣表達到 Mini GT 整體嘅工藝方面咧，做得相當之唔錯，而且呢隻白色咧比之前亦都做得豐富咗嘅。咁啊，大致係咁啦，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去選購啦。我哋就去做總結啦。好啦，咁大家睇晒成部車啦，咁配合白色嘅595，仲有呢一部 Countach，相信之後嘅時間更加會有 Mura 嘅出現啦。咁啊，到時係一套3架車，再加埋架 S15嘅全白色飛機咧，可以話成個系列完整晒啦。咁啊，我都好期待啦。咁啊，大致係咁啦，唔知大家對於呢條片嘅睇法係點呢？歡迎留言話我知啦。如果你覺得呢條影片好嘅話咧，希望你可以俾個 like 我啦。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咧都會發布唔同嘅嘢啦。最後嚟緊會開啲咩車未知嘅，有我都會開俾大家睇啦。如果你覺得真係呢條影片好嘅話咧，希望你可以俾個 Super Chat 俾我。咁啊，多謝大家啦，請我飲杯咖啡啦。咁啊，大致係咁啦。咁我哋下集見啦，拜拜。